劉品言、連神祥結婚了，驚喜宣布懷孕3個月，熒幕 CP 假戲真做，愛的告白，謝謝你接住我這個超級 I 人。而連神祥也發文感性表示，謝謝你用1公里以外都聽得到的笑聲接住了我這個超級 I 人。我也相信我們的寶寶一定會跟你一樣 Tilda 笑起來就能讓全世界都變美好，以及熱愛美食的部分。劉品言和連神祥是在出演歌手戴愛玲的 MV 時互相認識，當時劉品言還覺得連神祥有點客套。兩人合作拍舊金山美容院後本來沒有火花，直到後繼期連神祥才展開追求，兩人才漸漸找到相處的節奏，並以結婚為前提交往。其實這一切似乎早有端倪。1個月前劉品言出席活動時，藝人海裕芬就對着劉品言說母親節快樂。劉品言當時也笑着看似默認即將當媽。而在去年8月8日劉品言生日時，連神祥也驚喜現身，如今再看當時的合照，兩人的眼神超有愛，被說原來早就暗藏玄機。對於兩人的結婚喜訊，演藝圈的好友紛紛送上祝福。藝人林美秀表示祝福他，然後寶寶生下來健康，還有個美好的家庭，一定要幸幸福福的一起走到最後。Trash 成員阿夜則對連神祥說：兄弟，歡迎你進入爸爸的世界。據悉，劉品言的預產期落在年底，兩人暫時不會舉辦婚宴，將全心迎接新生命的誕生。從兩人曝光的婚紗照和親友的祝福語中，都能感受到他們此刻的幸福與喜悅，相信未來也一定能攜手共度未來的每個階段。